皮得风单子，在上海也得结婚以来难得到来了，达成共识的。现在随便那也庆祝庆祝。哦哟，总算网上我在，再帮俺我来半扎。好的。27块臭他！你哪像不一样了？非洲人空来只上了呢？哟，那个机器进淡地，好像侪是来拿5100块中收分派汤，三冲。Hello， 我来拿我的口袋相机。那我这个旧的是不是要给你了？对，你当时是说1200的，我是冲着1200。都快已不错的，我用了4年了，还是有感情的。你还在拍，要不停吗？我肯定要拍的啦，我是靠这个吃饭的呀，你知道吧？配需工资3天，我要不拍视频根本买不起你们这里的东西。能抵多少钱？哎呦喂，不该的，这他值400块的呀！早点收。那个时候嘛，你把我收走了，我就没饭吃了呀。手机呢，拍它有很大的局限性。你用这个明亮镜，你再用谁去拍呢？这个用吹丝马桶，再用带马桶。那个阿呆是我在帮你查，我可以不帮你查。我说你真的还会当我考的，哎呀，考的真的过瘾的了，像新的。考一考能多收点钱。哎，这个有强调的，哎呦，这些兄弟真的嗨。1789啊，我另外还在考虑我呢，我要这一次1789带上新机器弄了，然后捆得拉杆子。哎哟，一个圈子对下来，那皮得风门口里还有个店人来跑台讲，讲起随便问这个烂太太，是个分吃到底多个这样的，3个分高中吹子，估计是打错他个筋。